我是叶宏伟。大家好，我是叶如金。大家好，我是叶怡凯。大家好，我是叶静。欢迎收看休闲的一起讲。这个是台南西港，恁大家是毋是伫咧食咸酥鸡时阵，才有看过高赞塔咧？你敢知影还未收成的高赞塔是生做啥款？我嘛毋捌看过呢，行，跟我同齐去看卖。这边还是这边？哪会当？你先甲我加工要安怎收高赞塔？一细撮。一细撮。哎，挂了。啊，莫地烧大力。莫地烧大力，挂偌深？爱偌深？哦，安尼。我看者。哦，安尼。安尼。咁样，咁会使？会当。会使吼。所以就是莫地伤红，嘛莫地伤落去。一摆莫伤济粗，豆豆啊收安尼。啊，像恁这高赞塔，敢有分什么品种？红骨甲青骨。啊，恁这是红骨的。啊，红骨甲青骨敢有什么差别？啊，芳甲较袂芳。所以恁无种青骨的？无。所以青骨是较无味。啥无味，有味，只是还袂遐芳。哦，遐袂遐芳，所以人拢较爱做一种的。红骨的，咸酥鸡。哦，所以红骨是通常是咸酥鸡咧用的。啊，佮有卖菜嘛，会卖这种。哦。这敢会当生吃？会当。你有食过吗？你来试看觅。知影我无食过，你问阿妈。阿妈，阿妈，这高赞塔敢会当直接食？有啊，嘛人做青食。青会当食吼，所以会当直接食吼。伊直接食也辣辣的味道。会咸？嘿，一个辣辣的味道。伊你若唔捌食着青？竟然你毋捌食过呢？你试好。咱加多石头纸，输来试。要无？来哦，加多石头纸，加多石头纸。你先剃一片，你摕细片的啦，莫挽伤大片。好啦，我陪你试，你食落啊。什么味？是袂晓讲这什么味对吧？高赞塔青只，料啊涩涩，料啊苦苦，料啊咸咸，唔是料啊涩涩尔，非常的涩涩。你食完，你会感觉你会非常的脆焦，所以高赞塔也是煮过较食较好。较芳。较芳，哦，常常喙打开。有芳呢，真目紧。芳厉害，伊敢会共定？袂啦。袂吼。啊，若有定着咧？定着安那？会听。定着，啊，敢若会听尔哇？啊，伊敢会正开？袂啥紧。我嘛是 KK 啊。你创啥？小华弟啊。下袂开你要来撸嘛？那你袂落来？我知。
我拄袂落啦。我有种客客啊，安尼。尤金，你平常是来远的啊？你拢会做什么工课啊？帮爸爸引班会。班会哦，所以这像这紫色的，这就是高站台的花。嘿，对。啊，为什么爱甲放开？啊，如果你直接安尼慢慢的上去，迄人客无介意。哦，所以是相对无好看。嘿，安尼我念一个互你看。所以安尼嘛，嘿，到遮吗？对。遮就会使啊。所以安尼甲放开就会使。我感觉高站台的花，你听过买啥物味？高站台的味。高站台的花就是高站台的味。这花岗是爱逐工来办。伊热天的时阵生较少，就免逐工拢来办。哦，所以伊是热天生较少，发较少。啊那寒人咧？寒人的时阵就生较济，你就逐工拢爱来办。逐工拢爱来办。啊你敢会做接来的？你是逐工拢会来吗？有的时阵若是功课伤济，就是妹妹家己来办。啊你伫厝唔免忙厝的斗相共吗？会啊，但是妈妈这办了摕转去，我嘛会斗钱。哦，所以你是伫厝的斗钱。嘿。安尼你头家问你做这你爸爸跟妈妈敢有付薪水互你？你要甲伊讲，妈妈，我要零用钱。因逐个月拢会互我。哦，所以因逐个月拢有甲讲，迄就是你的薪水啊啦。逐个人拢有啊。啊，逐个人拢有做事啦，所以逐个人拢有摕到薪水啊。我看遐阁有一寡呢，我甲你斗慢慢的好啦。我会当叫妹妹来斗班啊。我妹妹伫倒？妹妹伫遐。叶子，雅芝，来斗班。雅芝来。我起多嘴哦。哎。牵着你的头。哎，我互你，你搁甲我牵。别冲！你晓知哦，你今日看头前在讲做伙。有啥你我都惊才知，我讲迄个摔落呢。因为你伤烂啊。啥样坐顶来看你？三个你啊分段。这拢是你咧搬的哈？对啊。啊，其他人呢？就少咧搬的啊。像在搬凳啊，该做什么工作嘛？是考验就好。较水啊，家己压。为啥要压淡？啊无伊会做大个啊。伊做大，啊去着较水。迄边。哦，你遐，你先靠我看。压做济吗？唔会。顶悬啊，个有边啊。边啊有破？你敢有破入去？有啊。你用把你拿顶悬。哎呀，你得走入去啊！嗯，安这就好啊。好，我试看卖。你是讲较一束啦就好吗？较差不多一半。一半？咱敢有够？顶悬压一束啦。咱敢有伤济？袂。安尼。边啊？哎，一工你爱搬几趟？我唔知。你无算？无啊。啊，干嘛做重呢？
你敢搬会发？你3比8讲搬会发？佚佗来搬啊最爱个。哦，阮无咧佚佗啦，啊，像这种粗单工课啊，平常时拢是阿凯咧做吗？系啊，阿凯伊较厉害，啊嘛较有把。伊较有吧？啊，哎呀，看哥哥因拢3比8，系啊，啊，这种粗单看就互这种在北的啦。对，伊做啊惯势啊。我懂。所以啊，像这啊压的啊，等下是咧搬一堆啊。咱搬伊啊料啊会当放哦，等下要出的安尼。哦，所以这嘛袂当晒日。会当晒日。好啊，啊无咱做伙搬来，一人搬一辆。哎呀！你跳水就主要踩这边，进来，要跳吧？进来，你会抢哦，你会抢哦，咱来看彩虹。哇！啊，姐姐嘞？姐姐你也有来看？会滑啦，等一下，不要拉我。姐姐，今日我会较早生的姐姐，姐姐我会较早生的。你讲彩虹，你讲。彩虹。孙。啊，这路过拢涂粉啊！阿公，你已经来这班啊？哦，啊，你班偌济啊？他来搬一个啊，你。哦，一个啊，尔。哦。啊，这阿伟啊，这是拢会当办啊吗？这是较红的，较红，办一个较水。拣较红的办。哦。啊，这环境啊是凹的就好啊。胃会较凹，胃会较凹。哦，这伤红啊吧这？这人啊爱。啊，恁兜就已经种这大片的高赞茶，你想哪个要种这番仔姜啊？因为阿公讲，煮食互我母食，伊甲阿公加菜。所以这是你甲阿公公家的哦。嗯。哦，恁班这番仔姜嘛是爱伫苦呢。嗯，苦啊一卡只偏出去。啊，你是对做事有兴趣吗？嗯。为什么？你为啥对做事有兴趣？因为看爸爸妈妈因拢在做事，啊，我就对来做，因为叫我斗相共，我感觉做趣味。哦，你讲做事做趣味的，啊，你以后咧，你想要继续读册，还是要甲领导这片拢甲接落来？做田。做田。所以这是你的家己的秘密基地，对不对？这不秘密。你甲采访，无你问你妈妈。这是我的妈妈，伊叫于婵娟，伊为大陆来的。妈妈在唱啥？我去高站啊！你也无咧唱啊？你在从对，啊？高站。高站上。你在从啊？在戏里啊？啊，你在从啊？在家己戏啊？啊？哪里去？你去阿妈？阿妈咧等你。阿妈咧等你。对面凤姐。阿妈，你几岁？阿妈几岁啊？阿妈。所以就是凊彩咪吗？啊，不过你爱敲轻手的哦，较轻小，轻轻，较轻太的。重了。小大啦，你会乌伊啊？哦，伊的哦伊。你袂甲小大啦伊会。哎呦，真恁这包包的是拢互相收伊啊？一寡菜市啊，会当也是江苏家的。是恁爱送去吗？还是
拢是爸爸会送去。爸爸会送。爸爸和弟弟啊，我帮弟弟。你就搞我摸一下。好啊。谢谢。你这是逐工拢爱包吗？嘿，安尼毋都无休困，像迄一礼拜安尼啊，敢有会当是没有。休一工拢无。敢若迄个礼拜的时阵较少尔，啊，若像迄过年咧，过节的时阵，嘛是搁爱请。所以恁连过年的时阵，恁就是请了，看我都食饭。安尼嘛是算足辛苦呢，全年无休安尼。你请看卖啊？敢有差点嘛，菜点啊？看来我功力也无够，逐工做也是有差。阿金，我甲你讲，以后哥哥若要出门送菜，你着对出来。啊，哥讲你要食冰，哥哥就会买互你啊。啊是袂买互你。为虾米？开始学了20秒。我袂晓。你袂晓学了恁妹妹？你竟然袂晓学了恁妹妹？无学了恁姐姐？我嘛袂晓，为虾米？因为伊拢吵。那姐姐，你有啥物要讲的无？这敢是事实？是伊先欺负我，我睇并无。是毋是你想白吧？一定是你，是毋是你想白吧？无咧，无啥姐姐要甲你拍。那我人拢变吵啊！你看，也好，妹妹讲对，一定是你家己白吧？咱要送来多少间？一间。我来上菜。这边放遐就好啊嘛。那个番辣姜2包，这个菜55啊，番辣姜2包。收钱55，你有点无啦？等下人减互你都唔知。是啊。安尼就会使啊吗？呀，啊要去港仔店买物件。干嘛店？一人一包饼，1罐凉的哦。叶碧凯，你讲啥？叶志韵呢？叶志韵。 170。呀。你真正无要帮我食吗？我帮你吃啊。你帮我食一条。啊，是你较有爱心，也只有你做当生啊你。你当生鬼。啊，迄是海上话啊。迄后白话。啊，毋讲那我后白话啊，在原路时阵，阮烤肉的时阵咧，用的刀顶。 迄是烤肉的刀啊！啊，你要甲插落较水，啊起来烤肉安尼吗？你感觉咧？那会你看一箍一箍，你甲伊的艺术讲甲做毋值钱的。你一天的第一课。 今仔日的台语课较无共款咯，因遮几个囡仔讲要画伫田里会看到的虫拖甲动物，互我看，我嘛毋知要画啥，我真正足好奇的。恁三个画好未？好啊。好啊哦，安怎要过看哦？好，行。哦，嗨，你画这是啥？你出这条嘛伤简单啊吧？目睭遮大蕊，面遮大个，身躯遮细个，这一定是水鸡对无？唔是，毋是水鸡？无是啥？这毋是水鸡？ 你是四卡，这才是四卡。我来讲，水鸡甲四卡其实是共款，不要紧，咱就讲你的讲法。这是水鸡，嘛是四卡。我先来看头前这只，头前目睭2个遮大蕊，身躯一顺一顺，佮有实力。这只是
是田园。好，咱即马来看第二只。哦，你搁画一蕊花哦，这只一定是鸭。哟，这是田园。这是鸭。阿伟啊，你画这只尾溜长长，鼻头尖尖，这只敢是鸟鼠啊？是，无这是啥？这是山河，山河。哦，伫田里走的迄种大只的鸟鼠啊，对，叫山河。你画这只是目镜蛇，这是目镜蛇。这是山河，哪会乖呢？你要加一层，你要加一层。虾啊，敢没？对啊，好对啊。你买一只虾啊好啊？一定是本包白。对啊。你咧？你敢买无？画一个高赞茶。来两眼菜啊，红眼个，因为是较高价呢。你汉草较好嘿啊，安较较好啊。你即摆食第几碗？第二碗。啊，等下搁要添无？啊，看下有咱，饭无白食。无白食对。哎，若看到人咧食你的菜，食你种的菜啊，拢甲伊学讲足好食的，足好食的，你感觉安怎？这爽，敢若爽尔吗？成就感，成就感。哦，那嘛是都知足的。高赞塔，一层一层。我是即届来才知影高赞塔原来是逐工拢爱来修高赞塔，因就逐工修、逐工卖、逐工修、逐工卖。啊，高赞塔伊嘛无分季节。遐个囡仔看到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因安尼逐工来参与伫遐修高赞塔，因4个兄弟姊妹拢非常知影因家己的分工是啥，因逐个人需要做啥物工课，因只要一到田的，就家己自动解散去做家己需要做的代志。后摆若食到高赞塔，我一定会足感恩的，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去食每一片的高赞塔。同心协力，毋惊困难。阿公，你讲的台语读啥？西港，西港。你拢买入吧，我见我脚足酸的呢。你好，我是牙医太。你猜过？讲评论，这应该是啥物武器吧？哎呀，来了！我嘛唔知咩啊，这是古典乐。俊凯，啊好，你要用雪碧洗骹吼。1、2、3。方程。哎，无，我唔相信，搁一个。